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係叫做馬可筆下嘅耶穌。你可以話咧係嚟緊呢個系列，今日係引言。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福音是這樣開始的。究竟點樣成為咗我哋今日嘅引言？點解會揀馬可福音？好想同大家一齊去思考下。不如先問下大家幾個問題。第一，乜嘢係福音呢？對你嚟講，乜嘢係福音呢？你話吓，即係點啊？係咪以前呢，即係我哋學過咩三福傳福音方法啊，或者四律？係咪呢個係福音呢？或者話乜嘢叫做傳福音呢？你平時點樣傳福音㗎？你話去街頭同人哋報道咯，咁或者咧去同人哋去分享，即係打電話俾人咯。咁你係點樣傳福音呢？點解我咁問呢？因為咧喺上一次嘅崇拜之後咧，我已經知道咧好多嘅朋友唔單止喺溫哥華啦，唔單止喺香港啦，喺美國啦，佢都話我都有咧將個崇拜咧去俾一啲未信嘅朋友。咁我好寶貴、好珍惜。能夠咧透過我哋教會嘅平台咧，能夠接觸到好多未信嘅朋友。咁其實對於未信嘅朋友嚟講，乜嘢係福音咧？如果你話福音即係好好嘅嘢咁，咁點解我哋成日同人哋去講福音嘅時候，人哋都話唔使啦，我聽過啦。點解好似傳福音咁難嘅？你有幾耐未試過傳福音咧？又或者話咩叫做信耶穌咧？喺你嘅理解，或者當人問你某點解你信耶穌啊？你會點答佢啊？你話不如我翻去問下女傳道先啦咁啊。但人哋話我問你點解你信耶穌？你嘅耶穌係點㗎？你可唔可以介紹你嘅耶穌俾我識啊？我哋有冇隨時做好準備傳福音咧？或者話，當最後呢條問題，如果初信或者未信嘅朋友你認識到啦譬如話上一次人話我老公我先生我丈夫未信耶穌嘅咁，我好想咧買本聖經俾佢。嗱，咁買本聖經俾佢，你第一卷你會介紹佢睇邊卷先咧？嗱，今日又有兩位執事啦，有個影音部嘅弟兄姊妹喺度啦，有個弟兄喺度咁如果未信嘅朋友走嚟問你執事咁，第一卷睇乜嘢嘅聖經好啲咧？咁樣睇邊卷咧？你會揀邊卷咧？嗱，我會揀從最短嗰卷開始。最短係邊卷啊？最短係馬太福音。馬太福音28章喎。你會唔會同一個新朋友講話？我呢本聖經俾你。本聖經喺度，一俾佢你自己睇啦咁。我哋唔會咁嘅，係咪啊？可能我哋會介紹咩啊？新約先。新約咧，好似咧容易啲消化啲，容易啲明白。咁新約，新約梗係睇第一卷馬太福音啦咁樣。以前係咪咁噶？我細個都係咁嘅喎。我細個聽啲弟兄姊妹講咧，都係咁嘅喎。有啲咧就特登咧印本淨係得新約嘅，我哋傳福音，人哋信咗之後咧，就俾人你開始咧由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開始睇啦咁，好唔好咧？我發覺咧，原來對於新朋友或者未信嘅朋友咧，有啲難度嘅喎。點解啊？因為一開始就係而家我哋放大俾大家睇下，不如你睇下嗱，如果有啲未信嘅朋友咧，你一睇馬太福音1章1節，耶穌基督嘅家譜咁。跟住咧就亞伯拉罕嘅後裔，大衛嘅子孫，耶穌基督嘅家譜。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猶大和他的弟兄。你一睇咗落去，你驚唔驚啊？你可能話其實家譜咧好重要㗎，的確係喎。有機會咧，我同大家分享家譜啊。其實每一個嘅人物裏邊，其實有好多好精彩嘅故事，亦都係同我哋嘅信仰基礎係好有關。但係對於一個未信嘅，或者一個新朋友，或者我哋而家教會話推動鼓勵讀聖經啊嘛，係咪？但係如果你一叫佢睇，就話一個家譜，邊個生邊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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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坦白講，有時基督徒都話我一睇到嗰啲咧，我就會跳過㗎啦。所以我有時睇得好快嘅，係咪啊？但係如果有時你跳過咗咧，
你會忽略咗好多精彩好多精彩嘅一啲嘅聖經嘅教導。咁你話最短嘅即係邊卷啊？嗱，如果馬太福音就28章啦，咁跟住咧就係路加福音24章，都唔係最短喎。跟住咧，約翰福音21章都唔係最短喎。最短係邊卷啊？最短係4福音係馬可福音係16章。嗱，你話咦咁啊係喎？即係如果你俾未信嘅朋友，咁佢一接觸，你都想佢有容易啲有成功感啊嘛，係咪啊？嗱，我以前咧就做老師嘅，咁咧我老師嘅老師都教導我哋，你鼓勵學生咧唔好咁容易咧就令到佢咧覺得受打擊要俾啲動機佢，要等佢咧開頭咧慢慢容易啲達成目標，咁就可以一步一步一步向前行。咁如果你一俾佢睇嗰啲好長嗰啲咧，可能佢一來又唔明啦啲家譜，然之後咧睇幾都睇唔完嘅，我都係唔睇啦。嗱，咁可能咧就抹殺咗佢能夠咧建立良好讀經嘅習慣嘅可能咯喎。咁馬可福音咧，第一我揀咧係最短嘅，亦都讓我哋一班基督徒一班弟兄姊妹咧，我哋從最短嗰卷福音書，但係我哋開始認識耶穌深一啲。然之後咧，佢亦都係除咗最短咧，係最早嘅福音書。你話最早唔係馬太福音咩？嗱，當我哋研究好多學者，佢哋揾咗好多嘅證據咁我睇到好多書咧，好大部分咧都會同意就係最早嘅福音咧，相信係馬可嘅。你話最短都係最早嘅咩？一陣會同大家分享多啲。但係有啲嘅證據咧，就係咧點解佢係最早嘅？嗱，第一，當我哋之後咧會討論有一次就會講話被附嘅格拉森人喺馬可福音5章1到20節記載咧。嗱，雖然佢本身呢卷即係成個馬可福音咧係最短嘅，但係佢記載呢個咧係最詳細嘅。而另外一個事蹟就係耶穌潔淨聖殿，都係好詳細嚟到去記載嘅。另外俾大家睇一睇，就係呢個講到馬可福音1章1節。嗱，一睇一陣我哋會睇多啲咧，可以放大俾大家睇下呢個，就係神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開始。嗱，你留意下呢段經文喺馬可福音1章1節，佢好似講到一個好清楚嘅引言，就係神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開始。然之後當你睇英文譯本咧，佢就會話 The beginning of the good news， 一開始，一陣會俾你睇個比較喎。另外我哋睇埋，如果創世記1章1節咧，佢亦都係一開始起初神創造天地。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嗱，又係一開始，好似一個好清晰，同創世記一樣，有一個嘅引子嘅一個經節。另外俾大家睇，原來喺新約同舊約中間，嗱，如果咧你睇聖經咧，我有時問大家咧新約即係由舊約到新約，其實係隔咗幾耐啊？咁如果你睇本聖經咧，你就會見到一頁嘅白紙，可能你話一頁紙咯咁。原來由舊約到新約係中間有400年嘅時間。原來當舊約馬拉基書寫完第4章之後，上帝俾咗以色列人一個好清楚嘅默示，好清楚嘅説話同以色列人講之後，原來有400年係沉默㗎。所以有啲人話係400年嘅沉默嘅時間。原來舊約到新約係400年嘅沉默時間。而喺沉默之後，一開始如果馬可福音真係第一卷第一節就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嘅指示。頭先同你講馬拉基書，而家又可以放大俾大家睇。喺馬拉基書4章最後嗰幾節講乜嘢咧？佢話看啊，耶和華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要差遣以利亞先知到你們那裏去。他必使父親嘅心轉向兒女，兒女嘅心轉向父親，免得我來詛咒這地。大家留意下幾樣重點，就係第一係大而可畏，末未到之前，即係一個末日未到之前，我會先差遣以利亞先去到你哋嗰度，佢會使父親嘅心轉向兒女，兒女嘅心轉向父親，免得我詛咒這地。嗱，呢個講到以利亞會嚟，咁以利亞喺新約
究竟係邊個咧？我哋睇一睇下一章嘅路加福音，佢嗰度講話咩啊？喺路加福音第1章第16節話，原來當喺度講緊預言緊施洗約翰嘅出生嘅時候，預言緊施洗約翰，大家記住咯，施洗約翰呢個人，佢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他將有以利亞嘅精神同埋能力，走在主嘅前面，叫父親嘅心轉向兒女，叫悖逆嘅人轉向義人嘅智慧，又為主預備迎接他的百姓。哇！原來喺沉默400年之後，會有一個人先出現，喺大而可畏喺末日嚟之前，會有一個人先出現。嗰個人有以利亞嗰啲嘅能力，然之後仲可以係會叫人哋去回轉。好啦，大家記一記呢度先咯。另外點解揀馬可福音咧？就係同馬可福音嘅對象係有關嘅。馬可福音嘅對象係同外邦人，即係我哋咯，同羅馬人。羅馬人都係外邦人，即係一啲原本唔係上帝嘅選民，但係後來因為福音要傳遍萬邦，要傳遍世界，所以呢卷書好多學者都話：係寫俾外邦人嘅。你話點知啊？我哋睇一睇。譬如喺馬可福音7章11節嗰度，佢話：你們倒説，人若對父母説，我所當供奉你嘅已經作了各耳板。嗱，你同我都唔會知咩叫各耳板嘅。佢即刻話俾你聽咧，就係各耳板咧，就係奉獻嘅意思。嗱，如果佢只係同一班以色列人、一班選民講咧，一講話哦，你哋要用你做呢個各耳板咁，我哋明晒㗎。如果呢卷書淨係俾選民睇，咁我哋唔使特登馬可就要括住話哦，各耳板咧，其實即係奉獻嘅意思。而另外仲有一段喎，嗰度講咧，佢話對面站着嘅百夫長看見耶穌這樣斷氣，就説：這人真是神的兒子。我話當佢講到話這人真是神的兒子嘅時候，係邊個講啊？係一個百夫長，一個羅馬嘅兵丁。即係去到差唔多最後嘅時候，馬可都想話俾大家知，哦，原來咧有人真係見到耶穌而信耶穌，信耶穌係神嘅兒子。你記住呢個係由佢把口去講出耶穌嘅一個嘅身份。好啦，而家我哋進入咧馬可福音1章1節，我哋慢慢去睇咯。點解會揀馬可福音1章1節？佢係神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起頭。嗱，神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起頭，我哋先講神嘅兒子。原來呢度喺沉默咗400年之後，第一卷書第1節就話俾你聽，神嘅兒子耶穌基督係福音嘅開始。嗱，但係你留意喎，當我哋傳福音嘅時候，可能我哋同人講話耶穌基督咧係神嘅兒子嚟㗎。可能咧都好多人即刻話：哎呀，我聽過啦，我聽咗幾十年啦我咧中學啊、小學啊、幼稚園啊都聽，我聽得多過你啊咁。係冇問題，好多人都知道耶穌係神嘅兒子，或者聽過耶穌嗰啲嘅事蹟，但係我想話俾你聽，淨係聽過改變唔到你嘅生命，淨係聽過俾唔到有永恆嘅盼望你。點解啊？因為其實連污靈啊，即係魔鬼啊，即係佢話每當污靈看見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說：你是神嘅兒子。哇！原來連魔鬼都知係神嘅兒子喎。所以有節聖經話咧，佢話鬼魔也信，卻是戰驚。即係魔鬼都信有神噶嘛，但係佢係信得係驚嘅。今天嘅你點樣去認識耶穌？你點樣去信耶穌咧？你信唔信呢一個福音？呢一個耶穌基督神嘅兒子耶穌基督福音嘅起頭。耶穌基督係咩意思咧？如果咧我哋睇聖經咧，可以有兩個嘅意義。第一個就係佢係一個救世主。救世主嘅意思即係話佢係一個彌賽亞或者彌賽亞，佢嚟到就要拯救呢個世界。呢個引言第二個好重要嘅重點係想俾你知道，呢一個神嘅兒子，呢一個耶穌基督，而耶穌基督有一個身份就係救世主，或者係一個受膏者。咩叫受膏者啊？就係當時以前當要按立一個君王你去繼承佢嘅時候，或者我哋去
安立佢做王嘅時候，就有一個叫做受膏嘅儀式。而呢個受膏嘅儀式就好似話俾所有人聽，耶穌就係嗰個嘅救世主，就係神嘅兒子。跟住會睇到係福音嘅起頭。好啦，頭先一開始就問大家乜嘢係福音？可能你都會話都要諗下咩叫福音。如果你話係福音嘅開始，其實咩叫福音咧？原來咧當時耶穌嘅時代，或者當時咧嗰啲羅馬人咧，譬如話因為寫俾羅馬人睇啊嘛，羅馬人咧一見到呢個好消息，一見到呢個福音呢個字，一見到呢個 good news， 佢哋真係會覺得係好消息嘅。點解？就係原來咧當時佢哋好多時要出去打仗啊嘛，咁去到好遠嘅地方打仗，咁打完仗之後打勝仗會點啊？打勝仗咪會凱旋歸來噶嘛，係咪？但係凱旋歸來之前咧，其實有一個，至少有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報喜訊嘅人。呢個報喜訊係咩啊？就係快啲話俾當地聽，我哋打勝仗啦咁樣。所以其實所有人都係等住嗰個報喜訊嘅人，因為如果佢一路未嚟，即係一路未打完仗，一路未嚟，即係未贏，係咪啊？如果冇嚟到就大件事，係咪？所以佢哋一路喺度等，就係等嗰個報信嘅人幾時翻嚟話打勝仗啦，打勝仗啦，打勝仗啦。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消息，呢個係一個好消息，打勝仗。一陣話俾你聽，打乜嘢仗？佢話因為我哋爭戰並不是對抗有血肉嘅人，而係對抗那些執政嘅、掌權嘅、管轄者幽暗世界嘅，以及天空靈界嘅惡魔。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哋信耶穌嘅，我哋信聖經嘅，我哋真係相信喺呢個世界其實另外有一股暫時啊，有一股嘅惡勢力。呢股惡勢力係靈界嘅惡魔。所以未來喺呢個系列裏邊，我哋一路講嘅道，我哋都會講到耶穌點樣同魔鬼去爭戰，亦都耶穌繼續要教導我哋點樣同魔鬼嚟到去爭戰。因為佢話我哋爭戰唔係對抗有血肉嘅人，而係對抗那些執政嘅、掌權嘅、管轄呢個幽暗世界以及天空靈界嘅惡魔。原來我哋要打呢一場硬仗，呢場硬仗係同魔鬼打嘅。跟住希伯來書佢喺度講，希伯來書2章14節，佢話：既然兒女同有血肉之軀，他也照樣親自成了血肉之軀，為能藉着死敗壞那掌死權嘅，就係魔鬼。我原來講到呢個耶穌基督係真係照樣，呢個他也照樣成了血肉之軀，因為佢之前講話，既然兒女同有血肉之軀，即係講到我哋係神嘅兒女，我哋有血肉之軀啊嘛，係咪？咁所以耶穌會喺天上面落到嚟呢個嘅世界，成為咗有血有肉嘅人，同我哋一齊，係為着能夠藉住死，因為耶穌我哋最後會講到佢係會釘十字架，肉身會死亡嘅。但係呢個死亡，佢之後復活，正正就係敗壞咗那掌死權嘅。頭先講到有一個暫時嘅勢力，係佢係會得逞一陣，但係去到最後就會去打敗佢，去擊敗咗佢，而跟住就會能夠釋放嗰啲一生因怕死而作奴隸嘅人。我相信好多人都會，特別未信耶穌嘅朋友，佢哋會怕死，係咪啊？因為佢哋唔知死咗去邊。雖然佢哋話人死如燈滅，真係嘅咩？你真係信？你信人死如燈滅係因為乜嘢？其實你信緊乜嘢？可能你都未知嘅喎。但係我哋信人死一定唔係如燈滅，因為耶穌基督嚟過呢個世界，佢亦都係死，然之後復活。佢翻嚟話俾我哋聽，究竟我哋點樣先能夠有永恆嘅盼望？而佢話佢能夠透過耶穌基督嘅死亡，能夠釋放我哋嗰啲一生因為怕死而作奴隸嘅人。所以點解我哋話福音係真係好消息？就係原來當有一個使者翻嚟報信嘅時候，呢一個係福音。因為乜嘢？因為耶穌已經係打敗咗魔鬼啦。各位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下，我哋今日傳緊福音，其實我哋都係一個使者嚟嘅。當我哋傳福音嘅時候，原來我哋話俾人聽：哎呀，你唔使驚啦，場仗打完啦。嗱，你可以想象一下，
譬如話以前啲人喺度等緊打仗啊嘛，咁佢哋咪好驚咯，係咪？或者話哎呀，我哋國家啲人出咗去打仗啊咁樣，出去打仗嘅時候，佢哋好驚，佢哋覺得人心惶惶，佢哋等緊。嗱，我想問，當打勝仗嘅時候，嗱，即係去到嗰邊打勝仗嘅時候，嗰班軍人當然好開心啦。但係喺當地嘅人知道未啊？未噶嘛，佢哋仍然好憂愁。所以嗰陣時其實有兩幅圖畫嘅，一幅就係好擔心、好驚，因為如果打輸咗咧，個國家個地方好大件事。一幅圖畫好驚，但係其實另一幅圖畫同時係已經係祝賀緊啊！啲士兵喺度可能掉緊頂帽啊，喺度飲緊嘢嚟到慶祝。其實我哋今日基督徒都一樣，我哋知道耶穌已經打勝仗，所以我哋有永恆嘅盼望，所以我哋有平安咯。但係嗰啲未知嗰啲，而家咪好驚咯。我哋出去傳福音就係走去話俾佢聽，我哋打勝仗啊！因為聖經好清楚幫佢講，耶穌基督已經釋放嗰啲一生因為怕死而作奴僕嘅人。而咩福音呢？喺馬可福音8章35節，佢話：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嘅，必喪失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失生命嘅，必救自己嘅生命。原來當我哋好多時諗住靠自己，其實唔得嘅。特別喺而家呢個世代，我哋咩叫新常態啊？其實新常態咪就係我哋好多嘢控制唔到咯。我哋原本預備晒我哋能夠實體嘅，但係今天我哋用網上。我哋原本預備緊幾時去遊輪嘅，但係而家可能好多人都唔能夠成行。我哋根本靠自己係有好多嘅限制，但係我哋點樣可以攞到永恆嘅生命呢？聖經同我哋講，佢話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嘅生命，有咩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嚟換生命呢？喺嚟緊呢個系列，我哋就會同大家一齊去思考，喺馬可福音裏邊，我哋知道用乜嘢可以換到永恆嘅生命。呢節經文我諗對大家已經好熟悉，神嘅兒子耶穌基督嘅起頭。原來我哋未講完呢節聖經喎，咁乜嘢叫做起頭咧？咩叫做開始咧？嗱，俾大家睇一睇呢一個嘅希臘文。希臘文咧，呢個係馬可福音第1章1節喎。佢第一個字原來係 beginning。原來喺原文咧，嗱，我哋中文頭先譯做起頭咧，就譯咗喺最後。但係喺原文嘅希臘文咧，佢係第一個字 beginning。嗱，我俾你睇埋希伯來文創世記1章1節啦。嗱，呢個係創世記1章1節啦，去到希伯來文咯。原來佢第一個字咧就係 in beginning， 一開始。所以咧頭先我就話原來咧係好似嘅，呢個可以縮翻細俾大家睇啦。原來咧係好似嘅，似到咧就係原來喺舊約嘅第一個字 beginning， 起初神創造天地。然之後去到新約，如果馬可福音真係第1章第1節第一個字，亦都係 beginning。原來話俾我聽，一起初，原來福音就係由耶穌基督，由神嘅兒子做開始嘅。我哋分享完第一節，我哋睇馬可福音1章2節嗰度，佢話：正如以賽亞先知書上記着，看啊，我要差遣我嘅使者在你面前，他要為你預備道路。原來咧呢度講佢話係舊約一卷聖經以賽亞書。嗱，好多時咧，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有時寫新約嘅作者咧，佢會引述翻舊約嘅。其實當你引述翻舊約嘅時候咧，佢就係想俾嗰班嘅以色列人知道，我一引用呢段舊約咧，我想你諗翻當時發生咩事。而當時以賽亞書，你可以話佢寫嘅時候，嗰啲嘅人啊，係面對住以色列歷史最黑暗嘅時候，佢哋受最大嘅逼迫嘅時候，最大嘅真係俾人哋迫害嘅時候。而喺寫緊以賽亞書嘅時候，上帝就感動一班先知，呢度感動以賽亞先知就同佢哋講話，將來會有一個使者喺你面前為嗰個救世主預備道路。而呢一個使者個希臘文係咩咧？其實就係 angel 嘅意思。angel 嘅意思咧，即係天使啊，原來都係 messenger， 即係一個送信息嘅人。即係頭先我同大家講話嗰個翻去報喜訊嗰個人，
喺第3節佢話，在曠野有聲音喊着說，預備主嘅道，修直他的路。而新普及譯本就譯做咩啊？要為主嘅來臨預備道路，要為他開路。原來使者有另一個嘅功用，咩意思咧？頭先話使者嘅功用或者係個職務啊，就係去報好信息啊嘛，係咪？打勝仗翻嚟，贏啦贏啦贏啦咁樣。呢個其中一個，另一個做咩咧？原來就係當皇帝要出巡嘅時候，咁以前好多係啲崎嶇嘅路噶嘛，唔係而家鋪得咁靚噶嘛，係咪？咁佢去由一個地方去另一個地方咧，可能有好多山窪啊，好多即係啲水凼啊，好多泥地啊，好多嘢噶嘛。咁如果你話你帶住皇帝行嗰啲馬車，嗰啲轆嚇棘到佢，你大唔大件事啊？梗係大件事啦，可能殺頭噶嘛。咁要做咩？要有啲嘅先頭部隊去行一次條路，然之後點啊？然之後睇到有啲咩凹咗啊，有啲咩問題啊，一係就避開啦，一係就鋪翻平佢。所以呢度講就係話，以賽亞一早已經預言話，去到嗰陣時會有一個先頭部隊先出現，先頭部隊先出現，去為主嘅來臨預備道路。咩叫修直他的路啊？真嘅喎，係為佢開路，係為佢令到佢行嘅路容易啲、平坦啲。第4節喺馬可福音1章4節，佢話照這話，施洗約翰嗱出現啦。施洗約翰嚟到曠野宣講悔改嘅洗禮，洗罪得赦。哇！原來照這話呢句説話，呢幾個字好有意思啊！原來係照住以前舊約嘅預言，所以其中好多人都話啊，點解你哋咁信本聖經啊？因為聖經裏邊所講嘅説話，特別喺舊約開始一路講，其實有好多好多嘅預言，而所有預言都係 100% 嘅應驗。哇！以後慢慢再同大家講多啲，你就發覺，哇！原來呢本聖經係好 amazing、好奇妙嘅，竟然間佢哋係可以，即係成本聖經係應驗咗好多嘅預言，而呢個係其中一個。喺1章5節裏邊，佢話猶太全地和全耶路撒冷嘅人都出去到約翰那裏，承認他們嘅罪，在約旦河裏受他的洗。記唔記得頭先話喺聖經馬拉基書最後一卷書去講到，就係話會有個人係令人哋去悔改、去回轉。而家就係講緊呢一個施洗約翰嚟到嘅時候，佢就係做緊呢啲嘅事情。喺馬可福音1章6節嗰度講，佢話約翰穿駱駝毛嘅衣服，腰束皮帶，吃嘅係蝗蟲同埋野物。啊，原來佢講緊呢一個嘅約翰，佢係去到曠野，佢過緊一個好樸實嘅生活。佢淨係穿一啲駱駝毛嘅衣服，即係其實好粗糙嘅。然之後咧就腰束一條皮帶啫。跟住咧吃嘅咧都係野地裏邊嘅食物。但係佢嚟到係一樣好重要嘅事情，佢宣講，佢就係話有一位在我以後嚟嘅，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彎腰給他解鞋帶也不配。嗱，嗰陣時佢嚟到嘅時候，佢雖然喺曠野喎。嗱，上一次崇拜我俾大家睇過曠野係點啦，係咪？曠野應該係冇乜人去噶嘛，即係你唔係路過都唔會去噶嘛，你唔會去旅行噶嘛。但係竟然間有好多人走到去曠野去聽佢講道，去悔改，去接受佢嘅施洗。你諗下，佢嗰陣時，人哋會覺得佢係好大能力，講説話好大能力，所以有啲人就話：啊，你係咪就係嗰個救世主啊？咁樣。但係佢話唔係啊，佢一早已經講明啊，其實我只不過係嗰個 messenger 嚟嘅啫，我只不過係嗰個天使啊，嗰個送嗰個為佢鋪平條路嗰個。佢話有一位之後要嚟嘅，你唔好以為我叻啊！有一位之後要嚟嘅，個能力大我好多。我就係彎腰給他解鞋帶也不配。其實我唔知你明唔明呢個意思啊？嗱，以前咧，佢哋咧，即係以前嗰啲人咧，第一世紀嗰啲人咧，佢哋會點㗎？佢哋行嘅時候咧，第一行好多泥路啦、曠野啦，行好多出邊嘅路。佢哋着咩㗎？唔係着我哋而家咁好嘅鞋喎，唔係而家落雪嘅時候咧着對咁靚嘅 boot 㗎喎嚇。佢哋着咩㗎？涼鞋嘅啫喎。涼鞋點啊？好污糟啊嘛。行到去一個地方咧，所以有啲僕人咧係負責咩咧？嗱，我睇一啲解經家嘅書咧，就係原來咧最低級嘅僕人係做咩咧？最低級嘅僕人係洗腳。
最低級洗腳。咁最低級之上，即係尾二嗰級做咩咧？原來係為嗰個人去解鞋帶，去退隻鞋出嚟。咁即係乜嘢啊？咁即係話呢度好謙卑地，約翰講話：我做尾二嗰個都冇資格，我淨係有資格做落手落腳去幫佢洗隻腳嗰一個人。哇！呢個好寶貴。原來佢話你唔好以為我嘅能力咁大，我就係嗰個，唔係。跟住佢講乜嘢啊？跟住佢話1章8節，佢話我用水啊，即係施洗約翰啊。佢話我用水係幫你哋施洗嘅，因為嗰啲人嚟到，然之後悔改，佢就幫佢哋施洗啊嘛。佢話佢要用乜嘢？呢度講緊他係耶穌基督，他卻要用聖靈給你們施洗。當我哋後期去到一路睇福音書嘅時候，我哋會知道聖靈點樣去降臨，聖靈點樣去指引耶穌基督。喺呢度，我想你留意下聖靈。其實喺頭先我哋講1章1節到1章8節，其實聖父、聖子、聖靈已經係讓我哋知道佢喺度。嗱，呢度我哋見到聖靈係咪？咁佢幾時出現過聖父？幾時出現過聖子啊？咪就係大家相信好熟悉嘅1章1節咯。先有耶穌基督，又有神嘅兒子。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嚟到差唔多結束嘅時候，好想用幾節經文作為結束，去同我哋一齊思考。喺雅各書4章14節嗰度，佢話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嘅生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片刻就不見了。我諗喺呢個世代，喺今日，我哋更加睇到生命原來可以好脆弱，生命原來可以好短暫。我哋以前好多嘢可以把握到，但係而家我哋發覺，原來一個我哋見唔到嘅病菌，一路變種，都唔知變到幾多嘅時候，我哋一路都好似束手無策。原來我哋面對生命就係咁啊，好似出一出就冇咗啦。喺羅馬書6章22節嗰度同我哋講，佢話但如今你哋既然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嘅奴僕，就結出果子，以至於成聖，那結局就係永生。原來我哋嘅生命一完咗，我哋嘅結局可以揀嘅，可以揀永遠嘅死亡，可以揀永遠嘅生命。問題你點揀？而呢一個羅馬書6章23節繼續講，佢話因為罪嘅工價乃係死，唯有神嘅恩賜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裏邊乃是永生。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原來我哋一路講緊嘅福音嘅開始，好想今日就係一個讓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認識乜嘢叫做真正福音嘅開始。呢個開始喺耶穌基督做開始，而最後佢俾我哋呢一份恩賜，其實係一份禮物。究竟你願唔願意去攞呢一份禮物呢？嚟到最後反思嘅部分，你都可以成為天使。你話得咩？女傳道，譬如之前我同我啲弟兄姊妹傾偈，佢話：哎呀，女傳道，我又退咗休咁多年啦，我而家又冇工作好多嘢都冇能力出去傳福音啦。特別而家係咪啊？我哋好多時都話要喺屋企好難。但我想話俾你聽，每一個弟兄姊妹都可以成為天使。其實而家 COVID-19 嘅時候，呢個新常態，呢個 new normal， 我哋更容易做天使。你話真係嘅咩？我哋更容易將福音去傳開。一陣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哋一齊已經做緊啦。乜嘢係福音呢？我好想我哋信咗主嘅弟兄姊妹，當我哋下一次再傳福音嘅時候，究竟對於佢嚟講，即係你要傳嗰個人，其實乜嘢係福音呢？佢而家面對住乜嘢嘅困境呢？會唔會係好多時我哋同人哋講話想同你傳福音，講個好消息，但係對佢嚟講根本一啲都唔係好消息。其實可能佢唔明白，或者傳福音，我哋首先要去了解咗佢多啲，去認識佢多啲，去首先同佢同行，然之後真係能夠將個信仰係你首先活生生
佢有個好嘅見證嚟到去俾佢。耶穌基督就係一個好具體最好嘅例子，就係佢去到人群裏邊去了解佢哋嘅需要，然之後按住你嘅情況講唔同嘅比喻，然之後去同佢哋將神嘅福音、神嘅說話切入去佢哋生命裏邊，讓我哋一齊學習。所以點解我揀馬可福音？可能大家都好熟悉，但係可能你以前未好有系統去掘深啲一本聖經。我成日都話要掘深啲，讓我哋明白多啲背後嗰個意思、背後嗰個道理。點解我話我哋都可以成為天使呢？牧恩堂嘅弟兄姊妹，我哋呢個禮拜不斷都喺度一齊去睇聖經。結果有一啲嘅弟兄姊妹有一日同我講，係今朝啫。其實我哋今日咧錄影錄星期日㗎嘛，係嘛？今日我哋係星期一啊，我哋錄影。我今朝就收到呢一個嘅WhatsApp 嘅短信，可以放大俾大家睇，因為好值得去鼓勵大家。呢個講乜嘢啊？佢話早晨，原本我想自己去買3本聖經，但發覺會員卡已過期。嗱，你記一記呢個先喎。早晨，原本咧我想就係今朝俾我㗎，我想自己去買3本聖經，但發覺會員卡已過期。好啦，下一個。佢話咧，另一個弟兄啦，呢個喺香港嘅一間教會嘅執事嚟嘅。佢話咧，我會將咧你哋嗰個讀經計劃啊，放喺團契嘅 WhatsApp 群組，同埋邀請佢哋多讀聖經咁。哇，好感恩喎！我聽到呢啲信息嚇，可以數翻晒啦。其實我哋弟兄姊妹好多人做緊嘅。當我哋講完呢個讀經計劃之後，嗱，我哋點樣叫做鋪平條路俾耶穌咧？其實我哋每一個都可以嘅。譬如話好感謝上帝，真係咧牧恩堂一班弟兄姊妹非常支持網上嘅事工嚇。咁佢哋咧喺前嗰幾個月咧已經用咗好多時間啊！佢哋原本冇噶嘛，用咗好多時間嚟到去執事去買唔同嘅器材啦，去揾啲又真係有即係實用嚇，又價錢唔算係太貴嘅。咁結果就用咗唔同嘅器材，以至到真係我哋冇諗過1月開始要暫停實體崇拜。如果佢哋唔係一早鋪平咗條路，我哋今日會點啊？唔知係咪啊？但係就係當鋪平咗條路嘅時候，去讓到上一個禮拜好多未信嘅人能夠睇到，能夠認識到上帝嘅福音，能夠認識到教會。嗱，佢哋鋪平緊唔同嘅路。跟住另外有一個弟兄同我其實係完全唔識網頁嘅，我哋未做過嘅，完全未做過，未學過，唔知用咩 software。但係我哋真係想令到條路更加好啊，傳福音呢條路。結果我哋咪學咯嚇，咪走上網咯。而家咩都問下 Google 噶嘛，啲人話咩叫問 Google， 即係問 Google 噶嘛，有啲乜嘢係咪？咁啲後生仔又好叻啦，又即刻去 Google 啊咁樣。跟住我同佢一齊去做個網頁嘅時候咧，佢仲安慰我添嚇。有時我見到佢做啲動作，哇！點解咁嘅？冇咗啊！佢話定啲嚟，冇事嘅。我好中意佢講呢句，佢成日都話冇事嘅，即係個後生仔啊，安慰我呢個老人家，因為我好驚啊嘛，係咪？因為我真係未接觸過啊嘛。跟住一路做。跟住結果咧，有人就話：哎呀，我哋淨係擺上 YouTube 好難揾喎。咁啊，另一位執事就話：哎呀，可唔可以咧喺個網頁嗰度咧加埋條 link，等大家咧一上網頁嗰度，跟住就可以 click 到啊咁樣。嗱，我哋即刻咧 update 咗㗎啦嚇，update 咗咩咧？又可以放大俾大家睇。咁我哋網頁咧當然係有個讀經計劃，你可以下載啦。另外我哋今朝就係1月3號，咁我一早起身咧我就即刻咧咩都唔做。我就咧 update 咗呢條 link， 我覺得自己好叻仔啊！而家其實我以前都唔覺得自己咁叻仔㗎你都岌頭啊，係咪？即係我識得自己喺個網頁嗰度，跟住咧去加依個 button。因為我上一次同牧恩堂嘅弟兄姊妹喺團契先分享，我哋願唔願意為耶穌去升 level？ 其實咪就係咁樣咯。我真係升咗啲 level 㗎啦，我又完全唔識。結果如果識得自己加 button、加條 link，然之後你可以一 click 落去，咁你就可以一目了然。可能你話女傳道呢啲嘢極度簡單嘅，係啊，好多嘢極度簡單嘅。你只係可以縮翻細，你只係 send 一個 WhatsApp。喺溫哥華呢個朋友，佢點樣鋪平人哋條路啊？佢就話買3本聖經，就係分別送俾3個，有2個係未信嘅。一個初信嘅人，嗱，你叫我買本聖經，我梗係冇咁多錢買咁多聖經俾人啦。咁佢哋
能夠，雖然佢都唔係好多錢，但係佢話我願意付出一分力，因為你叫我出去傳福音，我係絕口笨舌，但我願意去鋪平條路，係咪啊？呢個咪就係福音。我哋識做網頁嘅，你幫我搞個網頁。我哋另外有弟兄姊妹做直播嘅，做網上嘅，又去做好。每人做好我哋做到嗰啲。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嘅你同我 send 一個 WhatsApp， 真係難咩？你能唔能夠喺呢個禮拜每一日，你就係將個讀經去俾其他人，以至到你可以將福音傳開。耶穌基督嘅福音係咁樣開始嘅，而你成為天使、成為使者，你又點開始呢？讓我哋一齊有個結束嘅禱告。喺呢一刻，想你先有一個安靜嘅時間。如果回想翻一開頭，我問大家乜嘢係福音？乜嘢係傳福音？你會點樣回答呢？就讓我哋喺未來嘅日子，我哋透過馬可福音，我哋更加深入、有系統嘅去認識耶穌，以至到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當人哋問起我哋嘅時候，我哋能夠可以好踏實、好有信心去同人哋傳講耶穌基督。今天如果未信嘅你又可以一齊思考下，你人生有咩把握呢？究竟你嘅永恆盼望擺喺邊度呢？亦都讓你係繼續同我哋一齊去同行呢條路，讓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成為你嘅天使，去幫你去鋪平呢條路，讓你更加好嘅去認識主耶穌基督，讓耶穌基督能夠真係入到你嘅生命裏邊。讓我哋一齊禱告。親愛天父，我哋真係好感謝你，你留低咗聖經俾我哋，你留低咗舊約聖經，一開始俾我哋知道係你去創造呢個天地，你係嗰個獨一嘅真神。而雖然你曾經沉默咗幾百年，但係當幾百年之後，一開始你話到俾我哋聽，福音嘅開始係由你去差遣你嘅兒子耶穌基督做開始嘅。求你讓我哋能夠好好嘅去研讀你嘅話語，求你讓我哋每一個基督徒能夠成為你嘅天使，唔係攔阻福音，而係為你去鋪平嗰條路，而係為你去同人宣講耶穌你已經得勝，你已經敗壞咗那掌死權嘅魔鬼。求你俾力量我哋每一個基督徒，我哋去打呢一場屬靈嘅戰爭。求你嘅靈去感動每一個未信嘅朋友，讓佢哋早日去相信你，早日得到永恆嘅盼望。我哋咁樣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